表示大家平安。当顶礼拜到即礼拜，安尼大家看起来拢真好势。啊，毋过其实这中间有一个风台啦吼，大家嘛拢知影安尼。啊，北部是搁放2天假，吼，这较特别啦吼。较早的风台敢若加一天，啊，中南部愈严重吼，有的所在甚至4天到即马嘛是可能饮水啦吼，还袂退，还是讲伫收拾家里啦吼。所以咱真感谢上帝稳定，互咱一礼拜平安。啊，今日搁会使住一伫遮内，要敬拜咱的上帝。好，这是咱礼拜要开始的大声，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即礼拜的中间，阮随望台湾有拄着即个风台，啊，毋过主，你实在有对阮真照顾，人民馆，互阮北部的灾情无讲，甲咱本来想象的有遐尼严重。啊，毋过中南部有足侪的百姓，因的厝内底有拄着真侪的灾害。伫遮，阮嘛要替因来祈祷，求主你怜悯因，嘛帮助因伫个风台过去了后，这厝内底会使紧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只是咱要开始今日的敬拜，我嘛将今日的礼拜为头到尾，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老早咱今仔日要来锻炼2首诗歌，234首甲487首。啊，因为这2首诗歌，我相信大家拢已经真熟啊，所以咱2首咱拢甲吟全首，咱大声来做伙来吟唱，来当做暖身啦吼，声音的声。咱咧做礼拜进前，先将咱的暖身咯好势啊，较等下做伙来学了上帝。圣诗234首，咱做伙来吟全首。我心是在恶路，因为上帝大恩，叫我生命变相信是已经准，上帝大大慈悲，赦我拢无罪过，又搁日日照顾养子，我必得到以后。上帝拄我罪恶，哪当离散的恨，哪天你的关有切多，主爱我的吹声，亲像爸母听汤，林面所思的行，上帝也听敬意的人，也归爸母的听。咱人生命若会，大风吹吹就下，上帝主啊，永远袂悔，有当时阮无影。真好，咱即马个
献到487首，487首，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拢总有4节，咱共款来吟全首。主基你来倒你起来，死却听无煞，耶稣听我心大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带我，今时感谢伊。耶稣叫我，耶稣叫我爱我最坚定，我着恳求伊要赞我世界就真明。耶稣听我心大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带我，今时感谢伊。伊要听我，伊要听我听碎行祈祷。我所欠因，我所以爱，各项归伊倒。耶稣听我心大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带我，今时感谢伊。耶稣保我，耶稣保我，时常保护我。我要活讨伊，甲我保心欢喜满满。耶稣听我心大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带我，今时感谢伊。好，咱即时安静心来进入今仔日的礼拜。
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34首。我心实在懊恼，圣诗234首。我心实在懊恼，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治灭无，诚心实意敬尊。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治灭无，诚心实意敬尊。上帝大请坐。咱即时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做伙来启用，伫新圣诗的后壁面，启用文33篇，也就是诗篇139篇。启用文33篇，也就是诗篇139篇。现着我来启，大家来引。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
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惹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主日，佮互阮有一个真好的天气，互阮会当做伙同心来甲教会来敬拜你。主啊，你也知，阮伫过去这一礼拜，阮经过一遍真大的风台。这是阮已经几啊年伫台湾无拄着，已经几啊年台湾无风台来进入。总是即届的风台要入来进前，阮看到伊直直为北部才来，互阮总是心内会有烦恼。这风台的过程内底，阮感谢你的保守，你的稳定。虽然这个风台真大，总是阮伫北部遮无受真大的影响。阮一切拢有平安，总是无料想这个风台虽然为北部来，但是影响到台湾其他的所在，特别是伫东部花莲这个所在，伫过去4月份受到大地震的影响，地质真脆弱，即届佫受到风台的打击，铁路甲公路佫全部焦断。主啊，阮求你来保守。伫即个过程内底，也咧恢复维护在基础建设，在铁公路的在工程人员，求你保守因，帮助因，会当赶紧来恢复伫东部的交通，特别是伫花莲即个所在，发生了阮真感觉艰苦心的一个意外，也就是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本女中会、达鲁教会的会友，因一家3口拄着真歹、真恶担当的一个意外。伫因上班下班的过程内底，因伫交通顶悬发生了一死一重伤的一个意外。主啊，求你的怜悯、你的安慰，临到因的家庭。临到伊的家族，临到伊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因，帮助阮几个教会，透过阮教会互助一听，真正会当来帮助即个家庭度过即个难关。主啊，阮求你来怜悯，即马伫中南部也咧淹水的一寡县市，阮的一寡同胞。主啊，即届风台虽然无直接为中南部去。总是西南的气流的引进，造成中南部真侪所在也是造成淹水。即届的雨水量真惊人，甚至超过15年前迄个真大的莫拉风台。主啊，但是阮感谢你，你的怜悯也是甲阮伫咧。虽然雨水超过迄当阵15年的风台，总是即届的灾害。经过这15年的准备甲改善，阮无亲像15年受伤遐尼严重。即届的淹水困扰了真侪县市，困扰了真侪咧做田农作物的农民。主啊，求你来帮助因，嘛赶紧互因当得到恢复，互阮伫台湾，无论是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阮这百姓。会当伫风台内底得复原，主啊，求你帮助阮，怜悯阮，互阮伫即个过程内底，
愿感受到你的恩典，愿感谢你，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第60到第10节。使徒行传16章第60到第10节，记载伫新约的第154页。请现着大家来看，我来读。因经过弗鲁街加列菜的地方，因为圣神捌紧因传道理伫亚细亚，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逼催尼耶稣的神毋准，就对美西亚经过，落到特罗亚。保罗眠时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地求因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才会连边意爱要去马其顿，掠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圣经读到这，即马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今日要吟的诗歌是《来跟对我》。
请本堂柯成凯牧师来讲道。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你会保守看顾，互我会当伫每一天领受对你下来稳定听读。只是愿同心自责伫你的面前。愿伫礼拜中，我们甲你相拄；愿伫礼拜中，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愿你看顾保守，互阮领受对你下来听读，成做阮生命的根源，帮助阮伫每一天会当跑走伫你为阮备办的路程。一时刻恳求信心的同在，互阮来对你的话语来明白你对阮的一切好调。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每一天，伫每一个时刻，咱生活伫这个世界的内面，正常来讲，其实咱会当听到这个世界所发出的每种的声音。对早起，咱来到礼拜堂，咱伫礼拜中间，咱已经听到侪侪的声音。咱嘛拄啊透过圣歌队因的学乐，咱听到一个美妙学乐的声音。咱会当看到这个，咱会当听到这个世界对咱所发出这个声音。那呢，咱伫早起起床的了后，其实咱就听到伫早起的声音。伫早起，我若起床，咱边仔的树啊，就鸟只咧唱歌的声音。咱若照着咱每一天的行程咧行的时阵，其实有各种的声音伫咱的耳孔，咱会听到侪侪无共款的。咱暗时困了后，咱敢若听袂到这个世界声音，总是声音悠然存在。这个世界悠然地发出一寡咱听会到、听袂到这声音。科学家咧研究，咱人的耳孔会当听到，其实敢若一部分尔。那呢，咱伫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中间，咱会当听到偌济声音呢？有的声音会干扰到咱的生活，咱会真自然认为这款的声音是一款噪音，互咱无法度真正常的生活。也有的声音会当帮助咱，互咱会当心情真欢喜。咱会讲，迄是真美妙的音乐。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会无共款，咱对声音会当接受的能力也无共款，所以咱听到的声音，其实迄是真主观的一个感受。那呢，牧师要问大家，你介意听什么款的声音呢？我想大家一定拢讲，我爱听美妙的声音，我爱去大自然听迄个声音，我爱去海边听迄个海涌的声音。总是伫圣经的内面，对声音有侪侪的描述。比如讲，摩西伫迄个互火烧无烧去的这纸皮中间，伊听到上帝的声音。比如讲，伫以利亚。伊向上帝埋怨了后，伊听见上帝对伊讲话。耶稣嘛讲伊的羊明白伊的声音。各位兄弟姊妹，咱伫世界中间，伫这个充满各种声音的内面，圣经内面所讲遮的声音，咱要安怎才法度知影？咱所听见的声音，
是上帝要对你来表达的咧，也是讲你要安怎分别出这是上帝咧对你所讲的话咧？伫今仔日，咱会当讲上帝对咱讲话，有可能是用声音，有可能是用文字，有可能是用一个图像，也是有其他的方式，互咱知影讲这是上帝咧对我所讲的话。咱读到《使徒行传》第16章，这16章伊的焦点开始转移到保罗以及伊的第2届的宣教的行程。毋是讲其他的使徒无重要，是因为作者路加伊写《使徒行传》的目的，是要甲所有来读《使徒行传》的这读的人，讲福音是怎样来展开的、来传开的。保罗是怎样领受福音，而且去传福音的。伫这个经文中间，伫今仔日所读的16章的内面，咱要来看保罗第2届的宣教，以及伊所拄到的人。这其中描写到3个人，以及伊厝内底的人，这就是提摩太、吕底亚，以及看过这个加压的这个人。伫这个宣教的旅程的中间，其实有信心真奇妙的带领。信心先阻挡保罗伊原本要去的这个方向。但是阻挡了后，上时嘛有引带因，爱因要往迄个方向去行。保罗顺服伫信心的引带内面，将福音带入去欧洲的内面。当保罗离开叙利亚甲基利家的时阵，伊往加拉太南部行去，先到特别以及到罗斯德这个所在。这个路程甲伊原本想要行的是无同款的方向。就伫这个所在罗斯德，保罗认捌了提摩太。提摩太伊的老爸是希腊人，伊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当保罗拄到提摩太的时阵，圣经无真详细描写到提摩太伊的状况，总是咱会当安尼摇。因为有一个犹太背景的妈妈，伊长期可能生活伫犹太人的族群的中间，嘛有可能是因为伊的老爸是希腊人，所以无照着犹太的律法伫第出生的第8天就接受割礼，所以保罗就伫这个时阵为着提摩太在行割礼。但是咱在想，头前毋是使徒已经讲啊？已经同意啊，外邦人毋免受割礼吗？但是这毋是为着提摩太来行割礼，保罗是为着提摩太，伊后摆会当伫犹太人的中间传福音的服侍，福音袂因为提摩太的老爸是希腊人，就该否定伊，也是看轻伊。当保罗带着提摩太开始行往宣教的旅程，咱对于早前咱所读的13章到16章，记载着福音开始进入到亚细亚这个区域，所以咧描写着这个教会光景的时阵，讲每一天教会就兴旺，侪人来认捌上帝。对迄个时刻发生一寡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犹太人因弃绝上帝的道理，巴拿巴甲保罗就转往外邦人来宣教，来宣讲着上帝救赎的恩典，来宣讲着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咱人的救世。当犹太人来甲因来烧祭的时阵，伫耶路撒冷会中间有迄个决议讲毋通去为难遐外邦的人，就是遐归顺伫上帝的人。只要社会甲人讲反福音，爱禁止迄个拜偶像、奸淫，以及袂当食真生的货食的代志。所以当保罗伊了后，甲西拉领受即个宣教的使命，因行出去。咱看到伫这15章的上尾。
伊有讲到正教会的信徒，因的信心哪坚固，人数每一天加添。所以咱看到信心要一届带因搬过因家己所看见的，搬过因家己的理智、因的想法，带因要进入到欧洲的这个区域。所以伫这个所在，信心真特别。因对保罗，因对信心嘛真敏感，因为因原本的计划，因为信心的阻挡，两界的阻挡，因就改变因的计划，而且完全的顺服。因无犹豫，无去挑战上帝的权威。其实上帝毋是要阻挡因，上帝伫互保罗的异象中间，佮指示因爱去倒位。上帝毋是要阻挡因，毋是要阻挡保罗，你袂当服侍，是要引带伊去到服侍的所在。各位兄弟姊妹，上帝袂阻挡咱的服侍，上帝引带咱去到服侍的所在。迄个所在其实有时是超过咱所想象的。牧师开始咧回想我过去服侍的经历，拢有上帝引带的内面。2014年的时阵，我伫前一间教会，因为主任牧师的离开，我是团队中间的一员，嘛爱离开。迄个时阵，其实我已经设想好，我要去倒一间教会，我要去迄个较偏僻一个庄卡的教会。我一直足想要去的，因为我知影我去迄个所在，我会当做足多的代志。总是这件代志看起来真简单，但是咱讲一波三折，一直无法度得到迄个回应。所以当时我认为我互人阻挡啊，我迄阵敢若看到讲我要去，但是你为什么无爱互我去？迄个时阵无想到是上帝咧阻挡。伫迄个时刻，我永远无去想的迄个选项出现啊，就是上帝爱我去美国的南加州。经过祈祷，经过应证，伫2017年，抱着一个啥物拢毋知影的心，一个冒险的心，就出发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伫这个过程中间，迄个时阵抑阁无明白，但是这是上帝引带。当我到美国了后，过一段时间，我真正明白这是上帝爱我来的所在，因为上帝伫迄个所在要甲我修正，要甲我迄个过去迄个骄傲、迄个自高的这个心要甲磨去。但是伫迄个过程中间真艰苦，我一直咧问上帝：上帝啊，你怎样带我来这个所在？互我什么拢袂当做？那呢，我来这个所在要做什么呢？这个过程，上帝不断差派天使来帮助，互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刻，而且伫迄个过程中间，嘛不断地回答我的疑问，一直去到美国2年外，伫2020年的时阵，上帝佫一届互我引带我转来到台湾，但是总是人是软弱的，抑佫有真侪迄个俗世的看法，所以伫转来台湾半年外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上帝继续咧修正我，继续将我迄个抑未磨去的应该磨去的所在，豆啊甲我收去。所以伫迄个时刻，我才真正明白，真正知影，爱将所有的代志放伫祈祷的中间，爱将所有的代志，毋是照着家己的想法去做，毋是照着过去的经验去行，只有互信心亲身来引带。那呢，你若无信心引带，你家己所做的一切，拢毋是荣耀上帝的名。伫2021年，上帝佫一届引带，互我来到咱中间。我伫来之前，我就为着咱教会，为着正兄弟姊妹来祈祷。我求主来帮助咱所有的长老、执事，
同工兄弟姊妹会当明白上帝的话语，会当伫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款式，会当互咱每一个人都会当倚靠信心，互信心来引带，凡事祈祷，凡事恳求，互咱所讲的、所做，拢互上帝名得到荣耀，互人领受到这个恩典甲祝福。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上帝引带，互我学习到爱顺服伫上帝的带领。其实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因为人有太多的想法啦。而咱看到一件代志，其实咱会真直接问讲，为什么是安尼？也是有一件代志，咱会讲为什么是我？总是咱有侪侪想法，咱有侪侪有迄个欲望，拢会阻挡着咱甲上帝的关系。这个阻挡，至到咱无法度听到上帝对你所讲的话，咱无法度听到上帝的话，咱就无法度来遵行上帝引带甲带领。所以，咱只有伫基督的中间，咱来寻求上帝。咱来听上帝的声音，咱看到保罗，伊互主光照了后，伊坚决行伫互主呼召的路程顶面。保罗伊知影，伊要用行动来回应主的恩典。所以，咱看到伫《使徒行传》内面的记载，当伊完成了第一届的宣教的旅程了后，伊就开始咧规划伊后一届要行的这个路程。保罗甲提摩太其实就开始往西边来行。咱对着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到，伊已经行到安提阿的这个附近啊。咱照着《使徒行传》第16章，咱今仔日所读的第60到第80的描述，伊往西边行，达到波尼西亚这个所在。伫遮准备要接往一条通往罗马的道路，经过这个弗鲁加甲加拉太这个小接的所在，上尾引起到推比尼这个地方。咱看到伊这个计划受到信心的阻挡，所以保罗上尾行到铁罗亚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迄个暗暝。伫异象的中间来往保罗显现，所以保罗伫这个异象的内面看到一个马其顿的人徛伫迄个所在，咧甲伊讲，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是怎样会当看到这个异象呢？保罗佫是怎样会当真清楚看到这位穿伫马其顿这个地区服装的人呢？保罗佫是怎样会当听到这位马其顿人用因在地的口音对伊讲呢？保罗是怎样？伊所看到的这就是异象呢？我想，保罗对大马色拄到主了后，伊甲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伊常常甲主咧做伙，伊来往伊祈祷，伊甲主结连。那因为保罗知影上帝的话语，伊原本就是一个真敬虔的法利赛人，所以伊比法利赛人经学教师更较了解咱讲的旧约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塔木德犹太人的这本册，通过伊承认了耶稣是基督，通过保罗伊讲主耶稣是性命救主了后，我想保罗会当真清楚明白来分辨，这是对上帝予伊的意象，伊就明白，这个是上帝要引带伊所要行的方向。伫这个意象的中间。对保罗所讲话，这个马其顿人，伊提出爱保罗去甲因帮衬，但是因无讲，阮需要什么款的帮衬。
顶两天风台来，咱看到中南部有真严重的一个灾情，总是遮的田园、遮的厝拢淹水啊，因需要人来给因帮站。咱看到高雄有一个社区，就请求迄个军人去甲因帮站，所以因需要遮的帮站，因明确讲出来。总是即个马其顿的人，伊讲你来甲我帮站，那呢？保罗要怎样知影马其顿的人需要什么款的协助呢？马其顿其实伫亚历山大即个希腊的北边，即个所在是保罗伊原本无要去行的所在，所以照着保罗的眼光来看，马其顿的地区是一个也未听到福音的外邦人的世界。但是这时的保罗，伊一心想要将福音的信息传出去，所以咱会当安尼推论，保罗知影马其顿的人需要的帮助，所指的是性命得到拯救，是灵性顶面的需要。所以保罗看到这个异象了后，伊就开始设法要随行往马其顿。保罗认为，这是上帝呼召伊爱将福音传给马其顿的人，所以保罗就甲伊的同工来诉说这个对上帝来的异象。所以因听到保罗讲了后，因的心内就非常的激动，就顺服伫信心的引带，将福音带入去。保罗甲同工对马其顿的回应。所以信心就带因来到腓立比。圣经咧描写讲，安息日因伫河边咧讲道，因伫河边讲道。咱若对于头前咱所读的，保罗去到一个所在，伊拢是进入到会堂咧讲道。保罗去到河边，毋是为着要观光，嘛毋是为着迄个要欣赏迄个真水的风景。其实是因为迄个所在犹太人无济，无会堂，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迄个所在是一个福音也未推广、也未广阔的一个场所。咱会当安尼想，若毋是信神禁止因去到别个所在，若毋是伫异象中的指示，人照着家己的想法，应该会去到即个所在。因无会堂，但是圣经描写讲，迄个所在有人伫遐咧祈祷。保罗也未去，就有人伫迄个所在咧祈祷。所以伫《使徒行传》16章的后壁记载，是为了一两个家庭归信耶稣的故事。大圣是描写一个女的商人吕底亚伊的归信。伊正做保罗因一群人伫腓立比福音的一个据点。第二个家庭是讲到保罗因为赶鬼，互人无法度得到利益，互伊甲西拉关伫监狱的内面。但是因为地动，互监狱的门拍开，两个人就照着安尼引带即个看顾监狱的人来归全家受洗，归伫上帝的名。我想伫上帝保守的内面，保罗这群人因领受到异象，因来回应，因往上帝爱因行的所在去行。拄开始，咱看到，就互人会当相信，而且归信耶稣基督。但是因嘛遭遇到危险甲困境。因有一个坚定的心，因有信心会当伫这个困难中间继续向前行，无因为艰难的环境，互因跋倒。我咧想，保罗毋单是咧传扬福音尔，保罗伫这个过程中间，伊犹原咧建造同工，咧建造西拉、提摩太以及其他的人。保罗咧培养因。特别是保罗，咱看到保罗甲提摩太中间的这个
知影的关系。保罗互这位少年的同工有机会，而且信任伊，互提摩太会当担起这个大重责大任。各位兄弟姊妹，建造是爱继续进行的。保罗伊虽然咧传扬福音，保罗虽然伊行过3届宣教的旅程，总是这个建造的工作无法度停止的。这个建造的工作是每一个世代拢爱去行的，而且建造的工作毋是单单个人就会当完成的，是需要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当牧师来到文山教会了后，其实我一直不断的祈祷，我祈求上帝显明伊的心意，互咱正当工中级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对伊来的意向，领受对伊下来的使命。所以伫去年，当我咧祈祷的中间，我咧领受教会的主题：建造、成接、茁壮、长大。我搁一届，上帝来确认这个主题。伫祈祷的过程中间，牧师也知影，这无法度讲，咱几年就要完成，咱几年就要达成的。因为这是一个真深的领受，是因为咱需要一代搁一代来进行落去。伫去年，有青年甲牧师讲，甲我表达。伊要承接去整个夏令营的事工，就是对开始想，然后筹备、调集、执行，到规个营会的运作，拢是要互因青少年因家己来做，因来分工。伫迄个时阵，我感谢上帝，我欢喜看到这项代志来成。伫过去。我是知影教会嘛有即款的行动，经过侪年了后，搁一届通过安尼学赛，会当互青少年得到学习以及建造的即个工程。经过7月8号到10号即个营会，虽然即个中间有不足会当调整的，总是咱行出第一步，嘛是咧回应上帝。伫每一位青少年的心中的呼召，伫这个时刻，牧师知影，世代的建造、成接甲大汉已经开始啊！毋那是夏令营，伫今年咱的福音队嘛是第3届啊！伫第3年，这嘛是第3年前青年因发起的，促成了这个福音队的行动。第1年是到桃园的拉拉山，第2年就是去年去到南方澳教会。今年咱游玩要去到南方澳教会，要进入到当地学校南安国小。我想这个福音队的运作已经有一个规模啊，有一个码度啊。青少年通过复赛，因伫无共款的位置、无共款的职务顶面。因做因会当做的工作，伊嘛将福音信息的透过故事、透过戏剧、透过这游戏，也是讲手作，互当地囡仔会当看到、听到福音的信息。教会青少年因看到、因听到啊，伫夏令营、伫福音队，因看到这个需要。因知影家己需要来回应这款的呼召，因愿意将家己放伫上帝手中，去成就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保罗听到马其顿的人对伊所讲的话，咱讲这是马其顿的呼声，这个呼声，这个时刻嘛伫咱的中间。这个声毋是干那对遮的青少年所发出的。嘛是对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所发出的呼声，这个呼声是咱拢爱去回应的，因为传扬福音的信息的工作，是咱每一个世代拢爱去做的工程。
每一个世代，拢需要受到建造成做基督的精兵。咱每一代拢爱承接起迄个责任，经历着主的恩典，然后渐渐大汉。你会讲，那呢？夏令营福音队拢是青少年咧做，那呢？阮会当做啥物？你会当做啥物？你会当做真多，你会当为因祈祷，你会当来甲因关心、甲因鼓励，你会当伫因需要的时阵为因提供资源，你会当来看到因的邻家顶面的需要，来煮互因食。你会当伫侪侪所在参与伫这中间，或者青少年对咱每一个人所付出的，因成做一个学习的对象，因就受到建造。过去10多年，咱的主日学是用下跪学校的形式，咱这个囡仔来传达信仰。今仔日咱已经改变啦，咱改变一个形态，咱用夏令营的方式。无需咧想象的是，未来咱要行往社区，行往国小，咱行出去，将这个福音的信息对外来传扬。咱拢看到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无共款的世代。我想咱在座侪人少年的时阵，咱用咱迄时阵的方式，咱来传扬福音。咱伫每一个世代，拢有一寡无共款的调整甲改变。但是迄个上重要的是，当咱愿意互上帝来改变的时阵，当咱愿意来建立一个模式的时阵，传扬福音的工作会继续传递落去。传福音的工作会一代接过一代。伫上帝引带的内面，虽然会对着当时的环境来做一个调整，总是福音的信息要互众人知的这个目标，永远袂改变。所以牧师伫今年的祈祷的中间，我不断咧祈祷，牧师祈祷上帝互咱有一个改变的力量，互咱毋那是满足伫现主时，互咱有一寡调整。伫加利文的生涯内面，咱是改革中，咱所要改革的，毋是改革过去，是咱符合伫即个时代，咱做一寡调整。咱要做调整，咱需要有即个改变的力量。牧师祈求上帝，想是互咱有改变的勇气。有时咱要改变，咱需要勇气。咱要行出去，咱要往外来行，迄需要勇气。夏令营，这青少年因有勇气，即届因行出去，因去到木沙国小，伫早起的时阵，伫遐分传单、报名表，因行出去。迄时阵要有一个勇气。有青少年咧讲，对我来讲，那是个无法跨过的一个鸿沟。总是因行出去啊，求主互咱有改变的勇气。牧师恳求上帝，互咱会当看到、听到迄个需要，而且来回应对上帝来的呼召。咱爱回应，毋是干那听到了。保罗听到马其顿的人的呼声了后，伊有行动。我想，无论咱要做甚物款的调整，也是改变。拢恳求伫耶稣基督的保守的内面，咱的出入、咱的言行举止，拢有上帝的听，拢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同在，互信心来引带咱，行出每一个世代上帝的呼召。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看顾阮。保守阮，互阮知影，当阮看到上帝你的旨意的时阵，当阮听到上帝你对阮的呼召的时阵，
阮爱来回应你。当阮回应的时阵，阮需要力量，阮需要勇气，阮需要有行动，拢恳求上帝的同在，互主耶稣基督的保守看顾，甲阮做伙，互阮勇敢来做调整，互阮的改变是要来传扬上帝的福音的信息，互主耶稣基督的听，互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互众人拢会当来领受。愿主继续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神圣诗487首。耶稣听我，耶稣听我。神圣诗487首。耶稣听我，耶稣听我。耶稣听我，耶稣听我，伊关心伫我。出去入来，倒来起来，时刻听无煞。耶稣听我，我心大欢喜。耶稣牵我，耶稣带我，吟诗感谢伊。咱请起立来吟全首。耶稣听我，耶稣听我，伊关心伫我。出去入来，倒地起来，时刻听无煞。耶稣听我，我心多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带我，今时感谢伊。耶稣叫我，耶稣叫我，爱我做光灯。我着困求伊，要赞我世界照真明。耶稣听我，我心多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带我，今时感谢伊。伊要听我，伊要听我，听世界祈祷。我所欠因，我所依爱，逐项对伊讨。耶稣听我，我心多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听我，今时感谢伊。耶稣保我，耶稣保我，时常保护我。我要记可我甲我阿父心欢喜满满。耶稣听我，我心多欢喜。耶稣看我，耶稣带我，今时感谢伊。请坐。这是咱来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报告，伫报告大省，咱做伙来读金句2遍。伫周报的第2页，请。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罗马书12章15节。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罗马书12章15节。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领袖敬拜团、司礼歌乐家、司琴潘秀丽、献诗朱日学、诗献谢玉红、张益如、招待谢玉红、陈淑锦、音控周明祥、张信群，讲道是柯胜凯牧师。来周的拜三查经祈祷会经文是出埃及记17章，主理是柯胜凯牧师，司会是张展元执事。来周的台语礼拜经文《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题目是阿勒巴古议会。新圣诗281首，圣餐365首，469首，甲387首，主理是柯胜凯牧师。咱搁来看教会消息的报告，第6页。
教会亚活礼拜报名，2024年亚活礼拜定伫咧9月15号，要去苗栗湾里的山骹教会甲关西的仙草博物馆。山骹教会是进前捌担任本会新学生张黄文如团队甲伊的先生林树杰团队捌伫遮牧会。报名费是500块。若要参加的会友，请咱到1楼的柜台来报名填写。嘛会当柯冠成长老、张文兴执事甲林中和执事来缴费。报名停止的时间是8月25，行程咱伫第9页，咱请家己看。第2点，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开会通知伫本主日12点半，伫教会的地下室来召开第2遍的会议，请参与的每一个团契甲礼拜组的同工来参加，有准备中昼顿。第3，洗礼前的信用课程，7月28，也就是本主日下晡1点到2点半，伫大会议室上课。第4，少年团契生活营，伫8月初2到初4，伫宜兰立德港来举办，请大家为因祈祷，嘛求主看顾营会期间所有的成员、学员出入的平安，同工甲学员伫信仰中拢有成长。后礼拜主日要举行父亲节的联合礼拜。双父团契会准备爱宴，玛纳团契准备甜点，少年团契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主日学会准备披萨，请兄弟做伙来庆祝父亲节。第6点，圣礼典，后礼拜主日要举行圣礼典，当天是为着立德港教会来奉献。请兄弟准备心，咱请牧师来为8月份的受请来祝福祈祷。8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我看在场几多位，你请站起来，要为你唱生日快乐歌，以及要为恁祝福。来，请站起来，唔免歹势。咱做伙来唱2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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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因来祝福，全年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愿真欢喜，会当甲8月份生日的兄弟同欢喜同庆祝。祝你早时就敬吊因真做你的囝儿，互因伫8月份出世来到这个世间。伫过去的日子，你恩待因、引带因，互因的一生拢伫你的保守看顾下面。无论过去因经历过甚物款的状况，总是主你拢甲因支持，享受对天下来平安甲喜乐。只是叫愿恳求上帝，将过去的恩典及这个时刻加倍加添伫因的身躯顶，祝福因的身体健康，祝福因伫灵命顶面有坚固的信仰。愿主祝福因甲因的家庭，拢伫上帝满满的疼痛的内面。愿献就阮的祈祷。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甲伊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请坐。咱即时互相来请安，咱新朋友吼，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咱请蒋太来介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今日有一个新来的朋友，伊叫做林淑慧。
听 Kitty 听大家比赛些，好，欢迎你来参加。林姊妹，欢迎你今仔甲咱做伙来做礼拜，嘛欢迎你以后定定来甲阮做伙。咱这是互相来请安，咱做伙来唱，咱拢诚做一家人。我是向上做活命，我是家人最足听，因为耶稣送有山也做所定。请咱犹原徛伫来吟祝福的诗，先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请科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直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咱即时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